2點鐘，而家起身沖涼洗頭，3點半鐘去化妝。救命啊！琴晚飲多咗，仲唔記得咗卸妝瞓覺，今日皮膚超差，要快速同自己補個水先，然後出去化妝。新嘅一年，新嘅開始，我要去揾黃師傅圖佢好運程先。每一次見完佢之後呢，我返嚟呢都會加倍工作我啲事業啊，咁都會非常之順利嘅。去揾媽咪老師化個妝先。佢好有面子啊！新嘅唔係用過嘅。用過應該仲好。我中意你。佢問我你要化咩妝，我話要化一個普通人嘅妝，精神飽滿，好有生活、好有生機嘅妝。太貼心啦，仲有茉莉花茶。學到嘢啦，我啲劉海實在係太長啦，有個尷尬期，但係完全都唔怕。哎呀，好正啊！時間仲未到，返去倉庫睇下先。我同嫲嫲打波。好開心啊！今晚8點幾鐘就要入場，可以見到黃嘉怡啦，又嚟到我哋嘅科技之城深圳。好多人排隊啊！歡迎來到阿美美洲青春酒店，這是2張酒卡，可以做牌台領2杯特調。又入去咯，但係入到去之後發現好多人，我仲要係好早過嚟排隊噶啦，後面啲人唔知點睇到呢。其實我諗住呢人數唔會好多，但係今次嘅活動實在太多人啦，我叫咗杯嘢飲，我都驚佢撞到。入到嚟之後，我覺得有少少失望啊，點解同我諗嘅唔一樣嘅？所以今次嘅主辦方覺得佢響某啲程度上面係沒有做到足的。咁大家都知道我比較細粒啦，好彩呢就半推半就，我都比較前，後面啲朋友呢就真係睇唔到啦。而且今次嘅活動應該佢唔係太開心，因為好多人係唔守紀律㗎。我們請家給大家一點點祝福，謝謝。祝福，謝謝。深圳今晚準備好未啊？新年快樂，新年快樂 ！Thank you， 謝謝 ，Thank you， 嘉怡，謝謝，謝謝。3、2、1，It's party time！ Enjoy！ 因為場地嘅問題同埋安排嘅問題，有好多人呢，佢係人推人㗎，所以 Jason 呢就真係冇到辦法，佢要提前走啦。但係我都好開心啊，可以咁近距離見到佢。但係實在今次呢，有好多網紅啊，咁啊又插隊啦，所以真係好唔開心啊！喺呢個方面，但係見到佢大多都係開心嘅，希望下次再可以見面啦。好都看完我的魔術佬，我就要返去好好工作啦，期待下次再見啦。太肚餓啦！我今日全日就食咗2日啊！廁所唔敢去啊！頭先先去廁所啫，逼到爆真係。我決定，我要做個富婆，我下次要坐佢隔離。我要做佢朋友。返去啦！嗨，返到嚟咯！要卸妝啊？唔捨得卸，太靚啦〜